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就来看这个国内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数，包括今仔日的12例在内，已经来到149例。啊，这个60岁以上重症的比例嘛，快速来提悬超过3成。像这个台北市信义区有一间长照机构，27个长辈者确诊，后续有7个人不幸来过身，所以指挥中心决定讲，这个社会福利照顾系统的人员甲被照顾者，要甲因注疫苗的顺序来提向前，希望会当来降低到长辈者感染死亡的风险。另外，有医生来提出着警告，讲即摆这个死亡的病例是拄啊开始尔，因为为这个发病到重症，大约爱7天的时间。啊，顶一波的确诊演变到重症死亡的病例数，讲也未爆发咧。清洁人员咧消毒，因为拄甲为着新冠病毒的时代送走。这间台北市信义区的长照机构，5月23发现2位时代确诊了后，随进行院内普筛，发现确诊者有27个人，送病治疗了后，67个人不幸过身。时代重症甚至死亡的状况敢若咧恶化。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的数据显示，敢若60岁以上的重症比例已经自27.5%增加到30%。其实所反映的只是在前一波，大概在2个礼拜之前那一波里面延后诊断。或是说他的一个 CT 值太低，却太晚才来就医。北医新北内科主任周碧谦也分析，无法度伫第期内甲疫情控制掉，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指挥中心状态检医镜头做分类，有的人患细无镜头，不过病毒量却真悬，有可能让病情恶化变重症，增加重症和死亡率。如果说每个人在台湾，他在北部的一个筛检，他的 CT 值都在20或15以下的话，表示这个区域里面太多的一些高病毒量的一些人存在。周碧谦认为，就算第期内公布的 RT 值嘛，就是有效传染数有下降的趋势。不过，只要放松，确诊人数和重症死亡的人数，拢有可能会阁增加。即马除了互高风险族群赶紧注疫苗，嘛要随时防止变异病毒入侵，才袂互台湾的疫情无法度控制。